唔少市民趁住五一小長假北上度假，亦都有唔少嘅內地旅客嚟香港旅遊。我哋記者陳其曼依家就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現場。Kimi 啊，目前香港各個口岸嘅客流情況係點？政府採取咗邊啲嘅措施便利市民出行呢？將時間交俾你。好嘅，咁根據入境處早前嘅估算啦，喺內地五一黃金週期間係將會有571萬人次嘅旅客咧進出本港嘅。咁而最新截至今朝嘅10點鐘咧，已經係有超過10萬人次嘅旅客入咗境㗎啦。咁而其中6.3萬嘅旅客啦係來自內地嘅旅客㗎。咁我而家身處嘅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呢，雖然並唔係客流量最大嘅管制站，但係咧亦都係近年咧越嚟越受到周邊大灣區內地城市旅客歡迎嘅咁樣一個陸路嘅管制站㗎，有唔少呢一啲咁樣嘅旅客咧，都會選擇經過大橋啦，嚟到本港咧作一個短途遊㗎。咁而家現場可以見到啦，陸續咧都係有旅客入境嘅，但係客流量咧並唔係好大。其實啱啱喺中午之前呢，我哋係迎嚟咗一波少少嘅入境嘅高峰嘅。咁當時我哋見到有唔少咧都係旅行團嘅形式添嘅。咁而我啱啱咧亦都係入過禁區去觀察咗啦，見到而家咧暫時所有嘅一啲自助快捷通道咧已經係全部打開㗎啦，相信亦都係為咗應對咧跟住落嚟可能激增嘅一個過關嘅需求㗎。咁而入境處咧早前都已經係呼籲啦，所有經陸路跨境嘅旅客啦，都應該係預先規劃好行程啦，盡早去作一個準備，並且咧係錯峰去進行一個出行，咁樣會比較好嘅。咁而入境處咧都已經係推出咗一個流動應用程式，入邊咧就包括咗一個可以實時查閱各個陸路嘅管制站啦，輪候估計嘅時間咁樣嘅一個功能嘅。就好似我而家手上面咧所展示嘅呢一個畫面啦。咁喺呢個應用程式而家見到啦，所有嘅陸路管制站咧都係顯示綠色，咁就係代表住咧輪候時間一般係少於30分鐘，狀態係正常嘅。咁就建議各位旅客啦，喺出行之前、出發之前呢，都可以預先咧透過咁樣嘅一個查詢呢，去預先了解咗口岸嘅情況，以便更好嘅安排啦。咁除此之外呢，連接住另外2個主要嘅陸路口岸嘅港鐵東鐵線呢，亦都喺假期期間係加強咗服務㗎。其中來往落馬洲嘅列車服務咧係已經提升至7分半至10分鐘就有一班車。咁而來往羅湖嘅列車服務咧都已經加強到咧係每5分鐘咧就會有一班車㗎啦。咁而跨境嘅高鐵香港段呢，亦都喺假期期間係加強咗來往北京同上海嘅臥鋪列車班次。咁同時咧亦都係加多咗調配一啲16卡嘅列車咧嚟去行駛一啲短途嘅班次，進一步方便旅客嘅跨境出行㗎。咁我現場嘅情況先了解到呢度，同大家講住咁多，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 Anthony。好，唔該晒，其曼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現場報導。